嗯，这个你现在有听到吗？好，那或许就开始导读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好像赖进不去哦。伦理礼仁第四，子曰：礼人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志？子曰：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也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子曰：为人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子曰：否是以仁矣，无恶也。子曰：富以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以贱，是人之恶也；哦，物业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弃也。君子弃人，不乎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，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人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人者，无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，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以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。我未见之也。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以其党。观过，斯之仁矣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子曰：自以道，而使21、20者，未足以义也。子曰：君子之以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以弊。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徒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子曰：往利于利而行，多怨。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己莫之，莫己之。莫己之，求为可知也。子曰：三乎，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。子出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事而已矣。子曰：君子义于义，小人义于利。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助等焉。行子曰：是父母己见，见志不从，就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子曰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。一者以喜，一者以忌。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子贡之不待也。子曰：以耶师之者贤矣。子曰：君子义纳于言，而敏于信。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子游曰：自君硕，师如己；朋友硕，师师礼。
文以礼人，第2、第4。第二遍，子曰：礼人为美，则不处人，天德至。子曰：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也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子曰：为人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子曰：苟是以仁矣，无恶也。子曰：不以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情以见，是人之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弃也。君子弃人，乎乎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天为人，道事必一事，颠沛必一事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人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人者，无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义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有能一日用其力以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以其党，观过失之人矣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子曰：士之以道，而此21、20者，未足以义也。子曰：君子之以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以备。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图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子曰：往以利而行，多怨。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之，求伪可知矣。子曰：生乎吾道，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。子出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事而已矣。子曰：君子义于义，小人义于利。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焉。子曰：事父母己见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子曰：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，一者以喜，一者以惧。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此公之不大也。子曰：以曰失之者贤矣。子曰：君子义纳于言，而敏于行。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子游曰：事君说，斯如矣；朋友说，斯师矣。公受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其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毒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南无垂义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言古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。
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而点点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南无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眼红华显神通，择其召集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大救猿人香儿尼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继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孽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一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想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子沈荣洲，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正持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
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点师，感谢各位先贤，后学导读完毕，谢谢，拜拜，晚安。谢谢神灵的慈悲，感恩哦，大感恩家晚安。简经理晚安，感恩谢感恩谢。灵任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灵任、各位贤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晚安晚安，很优秀的先先生生晚安安。简经理晚安，晚安，感恩感恩感恩哦，经理晚安晚安晚安，感恩，灵任晚安，神灵任晚安，红灵任晚安，简经理晚安，感恩感恩。晚安，谢谢。晚安了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灵任，各位护灵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